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列王纪上卷第8章54节到65节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天上来。民间宗教的想法，他们盖了庙宇是为了让神明偶像来居住，但基督徒的想法并不是如此，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上帝明白的提到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。上帝是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的上帝，他并不需要人手所造的屋子来居住，或是说关注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，礼拜堂的建筑、圣殿的建筑目的是什么？上帝并不需要如同偶像一样被关在屋子里面。那礼拜堂是让人活出和睦有见证的生命来与上帝连接的一个地方。更清楚的说，上帝是从天而降的临在，而不是被关的存在。列王纪上卷第8章54节到65节记载了献殿的场景。所罗门说，愿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上帝是以马内利同在的应许。所罗门一直跪在祭坛前，举起双手祷告。他向上主祷告完毕后，就站了起来。他大声祈求上主赐福给全体以色列会众。他说，赞美上主，他实现了他的应许，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他持守他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所做一切宽厚的许诺。愿上主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正如他与我们祖先同在一样。愿他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不丢弃我们。愿他使我们的心归顺他，使我们能够始终照他的旨意来生活，遵守他吩咐我们祖先的法律诫命。愿上主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这个祈祷和我对他的祈求。愿他照以色列人民和他们的王每天需要怜悯他们，这样世上万国都会知道，只有上主是上帝，没有别的。愿你们大家就是上帝的子民，永远对上主我们的上帝忠诚，遵守他所有的法律诫命，像今天一样。于是所罗门王和全体以色列人民向上主献祭，那献上了22000头牛和12万只羊做平安祭。这样，王和全体人民为上主的圣殿举行奉献礼。那一天，他也把院子当中的空地，就是圣殿前面的广场，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上烧化祭、素祭，以及平安祭用的牲畜的脂肪。所罗门王这样做是因为铜祭坛太小，不够容纳那么多的祭物。所罗门和全体的以色列人民在圣殿守住棚节7天，民众远从北方的哈马隘口和南方的埃及边境各地前来参加。约翰福音对于耶稣基督的神性三一上帝的概念有非常清楚的说明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也提到，上帝、圣子、圣灵是从天而来的，人们应该要顺服上帝，这是敬拜上帝的目的，也是礼拜堂建筑的目的。那从上面来的是超越万有，
那从地上来的是属于地，他所说的也是地上的事。那从天上来的是超越万有，他为所看见所听见的作证，可是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。那接受他见证的，证明了上帝是信实的。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的把圣灵赐给他。父亲爱儿子，已经把万有交在他的手中。信儿子的有永恒的生命，不信儿子的不会有真生命，而且上帝的惩罚永不离开他。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。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。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，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主持公道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，他神圣庄严。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帝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赐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是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感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，并且从天上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，与我们同在。求主帮助我们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